来继续来看新北市一个20外岁少年呢，骑乌倒摆载女朋友返外的时阵，有一台轿车甲因打真晚，差一点仔甲因压着。这个骑士就甲驾驶话讲：“你安尼驶车真危险，差一点仔甲阮弄着，请你较注意咧。”安尼袂得咯，对方恶意甲逼车，上尾两个人规气甲车停伫咧路边就呛起来咯。这个轿车的驾驶阁企图要来冲撞这个骑士，这个骑士嘛真激，嘛去甲开车门，然后大力甲害车门，这个场面是惊险万分。女朋友真着急，伫边仔咧讲电话，机车骑士挡伫红色轿车头前，毋过驾驶根本就无咧惊，打油门就要对头前驶，两个人惊甲闪去边啊！轿车驶即个啊，互骑士惊着，走去油伊的车门，毋过上尾啊，敢若会当目睭金金看到轿车离开现场。他一下车是后车厢是直接打开的状态，那我一看到他后车厢有一支武器，类似铁铲之类的吧，我就知道他一定会拿那个可能做事要攻击。那我就赶快冲上去把他推开，我是有吓到，他也有吓到。原来伫几分钟之前，红色轿车和机车离甲真近，差一丝就要弄着。伫12号暗时11点外，轿车和机车拢要对文胜街倒外去文化路2段，毋过双方离甲真近，骑士靠车窗甲驾驶讲安尼真正真危险，较细致的。毋过伊不愿对方无要无紧的看了，搁超工逼车，两台车才伫路边发生冲突。该车得知已报案，立即驶离现场。目前报案人暂不提告。机车骑士搁载女朋友，想袂到煞拄着这种场面，好加载两个人拢无着伤。毋过驾驶超工逼车已经涉嫌强较罪，骑士有车门来反击，强加嘛涉嫌强制罪。后一摆拄着行车纠纷，要且较冷静来报警来处理。伫车路发生冲突，实在真危险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另外，可以上 LINE 贴图小铺来购买华视主播的官方贴图。